於同性婚姻或者伴侶民事結合立法又有啲咩睇法？我係贊成嘅。香港喺呢方面雖然話係一個即係已經發展咗嘅繁榮城市，但係喺呢一樣嘢上邊，即係同性嘅婚姻上面都係非常之保守。我相信立法嘅過程亦都非常之艱巨，因為咧有啲保守嘅力量啦，啲保皇黨啦，仲有一啲我哋叫做道德塔利班啦，啲打住宗教之名嘅人士，上一次嘅家暴條例都拗咗好耐，係要即係差唔多要犧牲一啲同性家庭，係唔去保障佢哋，最後要變成嘅家庭及同居關係先至能夠過渡嚇。呢個係非常之落後。即係點解一對夫婦佢可以享有嘅一啲權利，譬如免稅額啊、福利啊、遺產繼承啊呢啲嘢，喺男或者女佢哋嘅世界裏邊，即係佢哋亦都一樣可以係即係結合成為一段持久嘅關係。而點解唔可以受到法律嘅保障呢？即係喺個公平嘅原則之下，我覺得係應該係立法保障同性嘅婚姻關係嘅。